明仔载开始有10天的春节假期，今仔是上班的最后一日。高速公路局是表示讲，国道5号伫还未过道，车就已经真侪咯。预计今仔规天车流量会比普通时啊加一成。另外，过年的天气变化是真大，初2到初4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甚至有寒流，北部温度只有10度左右，高山嘛有可能会落雪。 过年连假进前上尾天的工课日，高速公路的车嘛比平常的量多淡薄。高速公路局表示，19规天的车流量推估是109万车公里，比平常加要1成。另外，伫国道5号的部分，顶部就开始出现车流。以国五南向的话，会从10点左右开始出现车潮，那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之后就会逐渐疏解。那其中也包含一些先出游以及 返乡的民众，高公局表示，如果春节落南的头一波车阵会出现伫19到21暗时，过来就是22初1，高峰伫初2，就北上塔会伫初4左右。国道嘛自20到29的特日子时到透早9点暂停收费。10天的连假天气，气象局表示，伫初2开始到初4会受冷气团南下影响，无排除接近寒流，北部气温接近10度左右。 除了初4这段期间，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，这时候迎风面下雨几率又会逐渐比较明显。北台湾下雨明显，东部下雨也比较明显。这时候配合的温度如果搭配得宜的话，要提醒北部高山甚至有一些下雪的机会。气象局表示，20北部东半部会小可落雨，29暝到初1东北季风减弱，但是初2到初4搁较变寒，然后气温搁淡薄回升。嘛因为连假气温起落大，提醒民众随时注意天气资讯。记者电话里台北采访报道。